你们在香港那块地到底是带还是不带？我们还没决定，还要回去跟乔董、跟董事会交代。你最好不要那么做。我警告你啊！再动我儿子，我跟你拼了！你儿子我杀那是你们乔家的事，你算到我头上了。我们要去公司，真的很难。要保证对方200%，但不能作为赔偿，赔不了偿就是损失。2件事：第一，明天投票结束之后，我希望你主动辞职；第二，永远不要接近明教，你等上。关于花园5号项目转让协议，大家还有什么异议？马总，没有。谢总呢？这么明智的决定，我当然没有意见了。我有意见。哪里？花园5号是我们乔氏跨2年实现的重点项目。虽然我没有参与，但是我知道这非常有前景。既然项目已经进行了一大半了，为什么突然要转让？那是因为这个项目太有潜力了，所以吸引了很多买家。其实啊，除了我主控的那2个项目之外，没一个能转让出去。即便是转让，也不应该是这个价钱。我们投放了多少资金，你们应该很清楚。这个价格根本就不合理。资产评估报告附在协议里面，会后你自己看一下。乔总，花园5号我们现在是转给万能达。如果是以前的乔氏，那么你说话语权在我们手里，我信。但是以现在的形势，我们拿什么去跟万能达比？拿什么跟人家议价格？你这点都不明白吗？我听说万能达最近给华朗入股了，是吧？那是不是等于这个项目就间接的转让给华朗了？好，我们来谈第2项，悦景豪庭再投资协议。根据这个协议呢，悦景豪庭由原来乔氏独家控股，变为现在5个投资方共同持有。这5个投资方分别都是……为什么悦景豪庭要增股？董事会已经半数签字通过了，怎么还没通知你吗？乔总别这样，我们还有很多议题今天没有讨论完。有什么好讨论？你们叫我过来，不就是通知我一声吗？我在不在有什么区别？这些协议最后还需要你签字的。你们把这些项目全部变现，无非就是想瓜分乔氏。这次如果我签了，我就不姓乔。你们继续开吧，我跟谢董啊，还得去万能达那边。时间不早了，咱们走吧。好，先这样。哦，对了，刚才有话没说完。其实你签不签字并不重要，我们总有方法能让协议生效。你说的对，就是通知你一声。要想扭转大局啊，就得沉得住气。马总，你是乔氏的元老，你有什么好的意见吗？他们这个动作呀，就是想给金帆难看。静媛小姐不再给乔氏注资了，所以他们联起手来啊，是不让金帆好过啊。好，能说的就这么多了。金帆回来了，我给你准备了点宵夜。不用了，我在酒吧里面吃了点东西。唉，让你这个样子，真是难为你了。在公司里，那个穆凌天肯定不会让你好受的。现在又加上那个创，嘘，金帆呐。酒吧那边就不用去打理了，每天晚上去看看账多费神呢。哎，
这身体可不能透支啊！啊！朋友把自己的心血交给我，怎么可以不理呢？没事。你是我从小带大的，我还不明白你呀。你每天晚上去，就是希望能有机会再见到婉晴，是不是？不说了，早点休息。你也辛苦了，我去睡觉了。谁让你进我爸书房的？我发现有些文件是锁在这个书房的，所以我需要在这工作。抽屉的钥匙是律师给我的。我不习惯除了我爸以外，别人进他的书房。以后你的工作就在自己房间做吧。那如果明天我搬到你爸爸办公室，你打算怎么做？董事长办公室已经空了很久了，就算是皇帝改朝换代，也没有换过皇宫和龙椅吧？你还是我以前认识的谢壮吗？我没变。其实是你一直没有看懂我，而且你不如我懂得怎么变通，去适应大局。所以瓜分乔氏就是大局。生意人面前是没有情面的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所有的东西都有个价钱。可能你我之间现在也有了。你的薪水不会变，从下个月起，公司会照旧按时发给你。乔家这个大宅我是不会动的。他也不会改姓谢，可以了吧？我们一家都瞎了眼，你只看错你们姓谢的一家。乔金帆，我告诉你，别把我和我爸放在一起说。我跟他不一样，我也不会重蹈他的覆辙。你们乔家踩了谢家一辈子了，从我这一代起。翻篇了，哥，你别打了，不要打了，你们都别打了。要是奶奶知道了，她可怎么受得了啊？没事，我就是给她一个思想准备，这样明天我搬到你爸爸办公室的时候，她就知道怎么控制自己的情绪。我再问你一句，那你对明娇呢？是不是也有个价钱？是不是也是个买卖？哥，你别忘了，他现在生气，在气头上，说的都是气话，不是真的。太太，哎呦呦，太太呀，您拿的这鱼啊，是咱们煮饭吃的，可不是喂这鱼的。
婉阳以前说过，这鱼呀不能常喂。哦，对了，婉阳在酒吧工作很辛苦的，我要给他做饭去了。别，太太，现在时间还早，你呢最近一直没好好休息，你先去睡一会儿啊，要不然你病了，婉阳会责怪我的。一定会说你的，他可孝顺了。哎，太太，走，咱们去休息去啊，走。哦，来，妈，你可千万不能生病。我已经帮你办好签证了。过段时间啊，我带你去新加坡找舅舅，咱们把哥给找回来。婉阳哥哥在酒吧吧？妈，酒吧那个不是我哥。你怎么了？我胃有点不舒服。不，你怀孕了，你骗不了我，小妹。妈，是我，是你，小妹。你回来了，妈。你这么多年都没有回来看看我，你不知道我有多么想你。你让我看看你，奇怪，怎么还那么年轻，还那么漂亮？你看我都老成什么样了？你怎么没有变呢？啊，没有啊，姐，你还是那么漂亮。你骗我，你老是骗我。我知道，你是不是想躲出去生孩子？姐，我只是想为心爱的男人生下孩子，我不想伤害任何人。我明白了，其实我很了解你，可是你知道吗？我多难。这边是我丈夫，我不能放弃；这边是我最爱的妹妹，你这让我怎么选择？我想了很长时间，我想出了一个办法。你别做人流，太危险了。你把孩子生下来，就算送给我，我养着，这不就保住孩子了吗？姐，谢谢你。可是我没那么伟大，你知道吗？你生孩子的时候难产，医生问过我，医生问我是保大人还是保孩子，我说保孩子不保大人，是我把你杀了我这件事情我一直很痛苦，我一直不能原谅我自己，是不是我杀了你？我知道那不是你的错，那只是个意外。是的，我一直在想，真是奇怪了，你姐夫，我不能失去他，我怕我没有丈夫，我怕婉阳没有父亲。可是我为什么会为了一个跟我没有血缘的男人，去牺牲跟我有血缘的妹妹？我真的是对不起你，我想你生下的孩子也会恨我的。姐，我从来没有恨过你，婉晴也从来没有恨过你。
真的。婉晴她一直跟我说，她真的很感谢你。她说你一直对她特别好，你给她一个完整的家，让她带着幸福去生活。但是不管是妈还是姨妈，她都很爱你，因为她有2个妈妈，她的2个妈妈都很爱她。真的吗，小妹？其实我也有一个自己的愿望，我希望为我爱的男人生下孩子，哪怕我不能跟他在一起，我也能拥有一份自己的幸福。我知道，我很理解你。夏董，我敬您一杯。来。现在我还是叫您夏董，过不了多久，我应该可以改口了吧？很快啊，乔氏易主之后就改口了，到时候喜上加喜，普天同庆啊！由您操盘，我相信这一天很快就会来临。我就是没想到，乔氏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竟然2亿期主啊！怎么会没想到？其实乔氏根本就是废墟，你呀，只要把最关键的一块这么一抽，你就会听到一声响，哗！只要我跟彭天京那个项目一旦跟乔氏搭上关系，那么姓乔那2父子，末日就要到了。你小子也够坏的啊！乔金帆是一条蛟龙，一天不灭它，我心里就一天不安。世事难料，世事不难料啊，难料的是人心。所以啊，乔金帆被那个谢创玩转了。说实话，谢创那小子的野心完全不在我们之下。我莫凌天真是看走眼了。现在评价谢创还为时过早。那您的意思是？有种东西啊，叫做奴性。奴性啊，这种东西一旦在骨子里生根，那是很难去掉的。谢氏父子就是这种人，他们身上有哈巴狗的血统，这叫做遗传。对，我让谢创那小子再做一回哈巴狗，让他知道谁才是他真正的主人。啊，你啊，一个谢创就把你搞得心神不宁的，就这么点能耐吗？您说的对，得把自己的事情给做好了。来，夏董，我再敬您一杯。这么好的一顿午餐，如果婉晴在就好了。要我说啊，你还真是一个字贱啊！得不到的永远是香的。如果当时婉晴没放手，那今天被抛弃的肯定是她了。不会的，我对婉晴的爱永远都没变过。夏董，您有没有跟婉晴提起过我跟她的事啊？心里都明白，可能最近她也想通了。她说这段日子她不想待在这儿，让乔金帆纠缠她，想带着她妈妈到国外去散散心。只要婉晴能够放下乔金帆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啊，来学的事情你要好好处理啊。你呢，要抛弃一个怀着你孩子的女人，真是有点造孽啊。但是要她处理的让人家不恨你，才是高手。
啊，您放心吧，只要能够让我跟婉晴在一起，我一定会处理好这件事情。等婉晴回来，我们又可以一家团聚了。好，来，秘书进来一趟。董事长有什么吩咐？到那个营业厅去打一份我们家这个月的电话对账单，尤其是婉晴的座机跟手机我都要。好的。等等，那个信用卡对账单我也要。好的。莫太太，我们这个楼盘销售的很火，今年年初刚一开盘就被一抢而空了，现在还有很多人排着号等着买呢。是吗？嗯，那为什么会有机会轮到我们呀？啊，都是因为莫先生人面广啊。然后我们老总特别吩咐过了，只要是莫先生能看好的户型，我们都会从我们内部留下仅有的几套房源中让出一套来给您。这房子真的很不错，我刚才进来就觉得这个环境特别好。等我孩子出生以后，我还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散步呢。对，那配套设施怎么样？啊，我们小区配套设施是特别完善的，在这个位置呢，配有了健身房，最主要的是在这个位置，配有的一所双语国际幼儿园，也适合您的宝宝。看来林天选这房子真的很用心啊！户型图给我看一下。这房子是不错，可是格局好像有点小，是不是不到200平米啊？对。加上佣人还有孩子，似乎不太够啊。客房只有1间，书房也只有1间，卧室还不够大。有没有大一点的户型？大户型有是有，但是莫先生指定是要这个户型啊。林天是不是弄错了？莫总他是指定了这个户型。没事，我打个电话问问。他说您一个人住就足够了。他什么意思啊？他说等孩子生下来就会跟您离婚，孩子他会要的，但是如果您想要这个孩子，他会让给您的。他说无所谓是吗？是。他要不要我，让他亲自来告诉我。莫总最近有点忙，那也不能叫一个跟班来告诉我呀。他把我当什么了？投票前还没有这么翻脸无情。哎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来雪小姐，我来看看奶奶。哦，她吃了药，刚睡下。那我在客厅坐一下。来雪小姐来了。想喝什么茶呀？哦，不用了，我来看看大家。大家都去哪儿了？乔家现在在水深火热之中，大家都各忙各的去了。哪像你来雪小姐这么有闲情啊，还去置业？哼，也是，你们的房子哪能满足莫先生啊？燕归阿姨，你还真顾乔家。那当然，金帆和明娇都是我带大的，20多年了，我就学了个倚老卖老。真好，连家中的下人都这么挺他们，我就没这福气。来小姐，你今天有什么事儿吧？没事儿，只是来看看大家。我可以陪在奶奶身边，看着她睡觉吗？
来看你了。好久不见你了，你能来看奶奶，奶奶心里很高兴。你怎么了？别哭啊，奶奶还没到那份儿上呢。你怀着孩子不能哭，哭了将来孩子就不会很勇敢的。是不是莫林天对你不好了？你回家里来找庇护。没用的，这个家没有人喜欢我，没有人懂我，是我对乔家先不义。那天投票，我不应该投给莫凌天，这是我的报应。嫁夫随夫，你既然已经嫁给他了，当然凡事要以夫家为主了。等你生完孩子以后，一定要回到乔家来帮金帆。你是个做生意的人才，奶奶懂你。你只不过是刀子嘴，豆腐心，敢爱敢恨。奶奶想送你一件东西，那边那个抽屉里，那里面有一个小锦盒，还有相册，你替我拿过来。奶奶，你觉得它好看吗？好漂亮。真的？它是很金贵的，我就送给你，做个纪念吧。奶奶只戴过2、3次。中间的那个抽屉是金帆的回忆，旁边的那个是明娇的，这边这个就是你的。我的回忆。你看看这相册，这些年来，奶奶一直关注着你，这都是你从小的时候，奶奶找人偷拍来的，连你爸爸都不知道。你哪一年出水痘，你什么时候换智齿，你哪一年大学毕业，我心里都有数。你看你的眼睛多像你爸爸呀，有时候奶奶拿出来悄悄地看看。奶奶，你心里一直有我这个孙女啊！我怎么会没有你呢？为什么你不告诉我？为什么不让我知道？雪儿啊，一个家庭总要有一个人做牺牲。我怕我见到你以后，我就下不了狠心呢。孩子，你受苦了。不苦，奶奶，我一点都不苦，最苦的是你。雪儿，你今天来看奶奶，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奶奶说？奶奶，我今天来，本来是想跟您道别的，但是我不走了，不走了，奶奶，奶奶。
好意思啊，总让你当我的司机。没事儿，我是副编嘛，工作比较自由。看来是回娘家了。我终于想通了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任何事情是唯一的。对，你这么想就对了。啊，这是你要的无线电话跟踪器、座机录音笔以及上网的译码器。哼，你们当记者的还真是神通啊！不是老同学，我才不帮你搞这些东西呢。那你不问我，要这个干嘛？猜得到的事情，何必多问呢？谢谢你，郑重。这件事除了你跟我之外，千万不要。市长，这是您要的电话详情单。有什么异样没有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这2个月以来的话费支出跟以前持平，没有什么特别的电话记录。有没有新加坡的长途啊？没有。一个都没有啊？没有。信用卡呢10天前有一笔账目是汇往妇产科医院的，但是具体的检查项目不太清楚。夏董，回来了。吃饭了。吃饭啊。郑老回来啦。小妹要带我去找婉阳了。哦。来。订什么时候的机票？星期五晚上。啊。江嫂。哎。把那个电话簿和电话给我拿来。是。来，小妹。夏董，给。没事了，你去忙吧。是。打个电话给你舅舅，看那边安排的怎么样了。不用打了。为什么？我已经给舅舅打过了呀。他现在这几天不在新加坡，他有事情去日本了。去了日本，还是你根本就没有打电话给舅舅？要不是今天我叫秘书去查你那个电话记录，还有银行卡，你就带着你妈逃亡了，是不是？谁逃亡了？谁逃亡？没你的事。吃饭啊，吃饭。
我只想跟妈平静的出去走走。我想带她去香港。去香港干嘛？找一个没人认识你的地方，把孩子生下来是不是？小梅，你怀孕了？你吃饭，吃饭。哦。我告诉你，这孩子不能要，必须把他打掉，越快越好。这是我跟乔金帆的孩子，我爱他，就算我不能跟他在一起，我也想把孩子生下来。你知道什么叫爱吗？如果你爱他的话，你就悄悄地把孩子拿掉，不告诉他，留给他自由。他要是知道的话，他会觉得你更伟大。那是你的想法。我现在告诉你，是每一个男人的想法。只要是男人，他就会赞同我这个想法。再说，人家都把结婚请帖都发出去了，你现在把孩子的事告诉他，你要人家怎么办？我不管你们以前有多相爱，一个男人会选择什么样的女人做他的老婆？当然是给他带来益处最大的那一个，其他的通通都可以靠边站。这就是男人的世界，就这么残酷，这么简单，啊！听爸的话，为了你的幸福，把这个孩子拿掉。如果把孩子拿掉，我还能有将来吗？有，你跟莫凌天还有将来。除了乔金帆以外，我不会嫁给任何一个人，尤其是莫凌天。1年之后，你就会嫁给莫凌天。我已经答应这门婚事了。你1年，只要1年，你就可以看到乔氏摧枯拉朽的倒下，你就可以看到一个落魄的乔金帆，你会后悔跟他在一起。婉清，算了，这个男人咱们不要他，就让给那个叫什么静媛的女人好吧？不要被爱情冲昏了头。我希望你能够看清楚未来的趋势，什么才是你应该走的路，好吧？婉清，爸不会害你的。我怎么会害你呢？这句话你对所有人都说过吧？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们，为了夏家好啊！就是因为你为了夏家，我亲生母亲死了，我哥走了，现在连我妈也疯了，谁知道我的将来会怎么样？谁走了？谁死了？谁疯了？我快死了，我快疯了啊！不可以的。金帆，怎么不回家啊？吃饭了没有？你不在，家里的饭都不香了。这个星期，我发现你在公司都不开心。其实我看得出来，他们是在打压你，但是你都忍下了。推翻一个局只需要1秒钟，重建才是学问。酒店的婚宴再拖就过期了。我在想，我们结婚之后，你的彩礼就可以独当一面了，到时候我就可以放心了。静媛，我不是因为这个才跟你结婚的，我会好好照顾你的。真的。莫太太，我刚做完产检，给莫总带来一些吃的。他人呢？啊，莫总今天会议特别多，现在在财务那边呢。
这样啊，那我在这儿等他吧。哎，不行啊。当然可以。那你帮我倒杯热茶吧。嗯，好的。谢谢啊。想要对你说。